人與人之間嘅互動溝通會帶動咗好多嘅刺激，令我哋有唔同嘅反應。咁點樣先認識對方呢？各位你哋好，我係羅姑娘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上一次我喺網上教室同大家分享咗賽馬會婚姻再思計劃，今次我同大家去分享網上教室夫婦互動解碼系列，題目係你知我心。喺孫子兵法裏邊講到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喺夫婦關係裏邊唔係一個戰場，但係當夫婦互相認識嘅時候，係能夠百戰百勝。咁點樣先認識對方呢？原來夫婦嘅溝通係帶動咗情緒嘅反應同埋需求。人與人之間嘅互動溝通會帶動咗好多嘅刺激，令我哋有唔同嘅反應。我介紹下情緒嘅5個核心要素。當刺激原嚟嘅時候，例如有人話俾我聽，讚我都幾好，欣賞我。我當時嘅初步去諗法，佢對我都幾好啊。我嘅身體嘅反應覺得好開心，同埋面目得面帶笑容。我哋彼此都覺得對方都有一個開心嘅時刻，互相有一個聯繫。咁我行動傾向我會繼續嘅，就同佢傾多啲偈，去大家繼續嘅溝通。讓我介紹一下人類有6個嘅基本嘅原始情緒，喺唔同嘅情景裏邊都有唔同嘅反應嘅。例如我哋被侵犯被人踩一腳嘅時候，我哋基本嘅情緒就好嬲，行動嘅反應就會覺得好想維護去捍衛自己嘅權利。但係當親人失去嘅時候，我哋感到好悲傷，好想得到關懷同埋支持。或者有時候自己想匿埋去喊嘅。當遇到危險，例如見到一條蛇個反應就好驚，或者會嚇呆咗，或者即刻逃跑，甚至乎我哋會去追擊呢條蛇嘅。又或者喺另外嘅情景出現嘅時候，我哋做出不恰當嘅行為，例如我哋好忘記喺出門口之前就拉褲鏈。當我哋發現嘅時候覺得好羞愧、羞恥，即刻就好想快啲嘅糾正。或者我哋有一新嘗試嘅轉變嘅時候我哋感到好興奮、好驚訝，我哋會繼續集中注意力去有好奇啦，去繼續去探索事物嘅。又或者我哋有成就、達成目標、被看重嘅時候，我哋感到好開心、好喜悅，得到一份嘅愛同埋看重。我哋同人接觸亦都有個連結，表現好友善嘅。但係當夫婦嘅關係裏邊受傷嘅情緒係點樣嘅呢？當自己唔夠重視啦，亦都好無助嘅時候，其實夫婦裏邊有一個情緒嘅反應裏面又係一個綜合體，裏面包含傷心、憤怒、恐懼同埋羞愧。咁讓我哋明白下夫婦關係裏面情緒嘅重點係有呢幾個層次嘅。首先行為係個表徵嚟嘅啫，喺個表面嘅行為裏邊。行為嘅背後點解會發生會咁樣做啦？而當時即刻嘅反應我哋表層好激烈嘅情緒就表現咗出嚟啦。內心深層嘅情緒裏面都係冇表達到出嚟嘅。而其實內裏嘅渴求係未滿足到大家嘅需要。就睇一個例子啦。呢個例子裏邊夫婦嘅情緒流動係點樣嘅咧？係個內心需要同埋互相嘅關係係點樣嘅咧？例如太太行動表面嘅行動裏邊就話指責丈夫好懶惰唔做家務，只係識得打機。當時嘅丈夫嘅表層情緒就都係好嬲嘅，你都唔諒解我，好辛苦喺外邊工作，大家都係好激動。而丈夫都感覺點解會咁樣講呢？可能係咪覺得自己唔好太太覺得自己身體嘅反應點樣都好繃緊，因為好嬲。而丈夫嘅內心嘅需要其實當下嗰刻佢都好驚會唔敢出聲，因為可能會避免咗個衝突。而佢深層嘅情緒就係其實好傷心啦，希望得到讚賞，但係就俾人鬧啦，希望得到聯繫。而對應模式點丈夫就會話唔出聲咯，走開冷戰。而呢個走開冷戰點樣成為太太嘅另一個刺激源呢？繼續嘅就責罵啦，指罵丈夫，唔理佢啦。呢個循環大家夫婦之間都唔能夠彼此滿足大家嘅需要，
其實太太好想去丈夫幫忙，而丈夫亦都好想太太明白佢嘅辛苦。所以咧，相反，如果大家得到回應嘅時候係點㗎？會感到放心啦，感到唔會唔滿足嘅，係唔會覺得被拒絕嘅。相反咧，唔能夠回應會感到咩啊？好驚，因為咧害怕會好失望啊！嗱，當關係受到威脅嘅時候咧，都好害怕被忽視被拒絕係咪佢唔想要我咧？或者唔需要我咧？好似咧太太好想丈夫幫手，係咪你唔幫我？係咪佢覺得唔想幫我咧？唔需要我咧咁樣？或者咧關係受到威脅，其實同時間亦都渴求一種得到支持啦、幫助、關懷同埋積極嘅關注嘅。咁我啱啱同大家分享咗夫婦情緒嘅流動咯。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得到回應咧？咁下一次咧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打破呢個僵局，彼此得到嘅回應，同埋彼此可以滿足大家嘅需要。咁咧，希望我可以見到大家啦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，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，減少怨恨，作審慎嘅離合抉擇，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。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！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